为着宣导环境生态以及爱护海洋环境，同时响应将要来到的世界地球日，吉米病院甲吉米食品、玉山银行甲台东中宁酒店前往安平进行净滩活动，现场员工加上家属将近600人，拢来帮忙捡垃圾。我们都是爱护地球的人，那么地球需要我们大家的维护。那从我们的奇美实业这个母集团，他们就非常重视环保，非常重视 ESG。那我们奇美医院最近也开始积极的要来推动 ESG。那净滩活动，我们能够跟这么多好朋友一起来推动，就是为了唤起我们同仁对于环保的意识，一起来推动 ESG 的决心。减少海洋废弃物一直拢是全球关注的议题，永续发展已经成为国际共同的目标。一个企业这几档也拢在推动 ESG 政策，重视社会责任甲环境保护，希望透过企业影响力，会当唤起大家对环保的意识。未来玉山银行，我们将再持续结合更多志同道合的企业伙伴，一起用一份爱可以牵引更多爱的精神，我们一起为我们所挚爱的地球尽一份心力。我相信土地留下这个土地一块的净土，我就是给我们下一代。那我们大家弯起腰来，把垃圾把它换干净。一方面来讲说，可以留下给我们一个好美丽的一个土地以外，那我相信台糖商会酒店这19年来，除了这些有形的意外以外，然后我们也办了一些心灵的讲座。我们也是希望再透过这个心灵上的一个所谓的心灵的一些净化，让大家更我们未来的下一代会更好。现场除了发现保特瓶、塑胶、玻璃桶、昏头等垃圾，也阁发现一块较危险的玻璃罐、铝罐等等，大大小小总共410公斤左右，拢已经交由环保局处理。吉米病院也伫咧现场提供150支的树苗仔，提供予大家领用，希望会当将环保永续的概念传达出去。台南新闻综合报道。